今日咧帶大家嚟到中山東區嘅個天花板樓盤，叫做華鴻龍悅軒嘅。咁以前咧就係3萬幾嘅，依家15000幾咧，帶埋裝修。呢個小區咧一共係21棟小高層，每一棟咧都係13層高嘅。你睇下成個花園非常之舒服，有水景啦，嗱有埋園林景都好唔錯噶。而且每一棟嘅1樓咧都有個花園大嘅。嗱，呢個位置咧非常之便利，因為位於中山東區嘅一個核心地段啦，興民路隔離，即係市一中隔離啦。如果住響中山或者熟悉中山嘅朋友仔咧，都知道呢個位置好唔錯噶，又唔怕話挨住啲大馬路啊，好嘈雜嗰啲都冇嘅。商圈方面咧都好方便，5分鐘咧可以去到遠洋廣場，入邊咧都好多食肆噶，1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 Coco City 富日城。同埋咧利和廣場嘅，其實非常之方便。餐飲方面咧，除咗商場有好多嘢食之外咧，仲有個特色嘢食，就係響6分鐘嘅地方就有個三溪村。三溪村入邊咧有好多啲精緻嘅私房菜大家不妨過嚟試下。醫療配套方面咧，有時候定期檢查身體啦，5分鐘可以去到博愛醫院，咁15分鐘咧可以去到人民醫院、中醫院，都係山甲醫院嚟噶。有時候咧想要去徒步行下公園咁10分鐘咧都可以去到樹木園啦，同埋金鐘水庫啦。5分鐘車程一樣都可以去到博愛醫院隔籬嘅宣民公園，其實係非常之方便嘅。我哋去睇埋其他樣板房啦。嗱，呢度1樓咧有個咁大嘅一個花園，每一棟樓下1樓都有個咁大嘅花園噶。如果有人中意1樓嘅話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呢一度咧係130方嘅大3房戶型，除咗有個花園之外咧，其他樓層都有個7米長嘅一個大陽台，同埋咧夠晒闊落嘅。呢個130方嘅大3房咧，可以睇到餐客同闊，呢個咧係好經典嘅戶型，層高咧都夠晒高嘅，所以一啲都唔怕話覺得壓抑。應樓交付萬科物業，值得信賴嘅。廚房一個 L 型，出邊仲有一個露台仔，可以擺下洗衣機之類嘅。入邊咧係3個房間嘅，咁關埋門一樣都可以做到南北對立。3房2個洗手間，每個房間夠晒闊落噶。咁呢度附近咧交通都好方便，因為位於東區嘅一個城央位置附近咧有分去朗晴小學同埋遠洋中學嘅學區，完全唔使擔心，都係一個好好嘅學區噶。豪宅講明係豪宅，肯定係專梯專戶噶啦。咁呢一套咧係200方嘅一個4房3個洗手間嘅格局，入門子母門呢個係標配啦。指紋鎖呢度玄關位咧，仲有一個鞋櫃響度嘅。咁200方咧，肯定有一個南北對流嘅一個大客廳。呢個客廳咧4.7米噶，夠晒闊落。成個戶型咧交樓標準係有埋裝修嘅。咁風管機配埋啦，全屋係貼咗牆布響度嘅。睇翻呢個大客廳都好舒服嘅。出邊咧仲配咗個7.8米長嘅一個大陽台響度，嚟睇下呢個陽台好舒服噶，係咪夠晒闊落啦？雖然係2樓，但係咧因為係13層高嘅小高層，2樓都唔覺得話暗嘅。你睇下，反而係望住小區嘅園林綠化都好舒服添。我哋睇翻餐廳位呢度。如果係呢度自己屋企住咧，配埋餐邊櫃，仲可以擺埋個圓台，都好舒服。後陽台咧，仲可以擺埋洗衣機晾衫夠晒位置噶。呢個廚房咧擺咗雙門嘅冰箱，咁做咗個 U 型設計嘅一個廚房啦。可能對於話200方嘅豪宅嚟講咧，呢個廚房唔算大，但係咧早期嘅戶型設計嚟講咧，其實係啱好夠用噶啦。我哋再睇下入邊嘅4個房間。呢度係第一個公共嘅洗手間。公共洗手間出邊咧仲擺咗一個儲物櫃響度嘅。咁呢個咧就係小朋友嘅一個房間響度嘅，成幅牆嘅飄窗位置啦。擺衣櫃係冇問題嘅。咁呢個咧依家係做咗書房嘅位置，因為咧呢個房間同埋出邊嘅陽台係打通埋嘅。咁如果你想要個房間仲大啲咧，可以將呢個陽台同埋房間咧係打通咗，做大呢個房間嘅。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套間嚟噶啦。成個主人房 L 型嘅一個飄窗，
夠晒大氣咧。嗱，呢度咧仲送埋一個高端嘅定制衣櫃喺度噶，有個位置喺度，個廁所位，仲有2個洗手盤嘅位置喎，浴缸啊、淋浴間啊都可以配埋，好唔錯噶啦。呢個係長者房套間，一樣咧都有個洗手間喺度嘅。咁呢個長者房位置咧，嗱，衣櫃位置仲可以擺咁大張嘅台，依家唔會話好多人擺咁大張嘅台噶啦，一樣有個 L 型嘅一個飄窗喺度，其實都可以過嚟睇下噶，因為呢個小區真係好舒服。睇咗咁多個戶型咧，感受到呢個小區非常之舒服，因為13棟小高層戶型都好豐富下噶，114方嘅3房啦，到200方嘅4房都有得選擇噶，而且全部都係帶埋裝修交付噶喎，主要咧位於東區嘅核心地段位置，玩轉大灣區。如果有興趣揾中山嘅樓咧，一定要聯繫我，下邊咧呢個電話號碼可以直接打俾我，或者係掃一掃添加上面嘅 WeChat 或者係 WeChat，一樣都可以聯繫到我噶啦。